一個落咗位，喺環珠格格位嗰度開始。咁啊，記得手腳全部都係微曲嘅。好，呢一個位置拉把劍出嚟，前拔劍動作，咁就做幾多下10下。全部打邊爐原則啦，10下10下啦。OK，嚟到呢度做完啦，就向後拔劍動作，手腕要低過膊頭，得唔得？手腕亦都唔可以去咗膊頭後方，嗱呢個你要控制啦。好啦，咁啊係啦，做10下啦。做完之後，我就做全拔劍動作，1 hold 3 4，2 hold 3 4，3 hold 3 4，4 hold 3 4，5 hold 3 4，6 hold 3 4，7 hold 3 4，8 hold 3 4，9 hold 3 4，0 hold 3 4，得唔得？做完每邊做3次，得唔得？最後加埋呢個動作，我諗大家都識㗎啦，係咪？做完之後要點啊？吸啖氣，呼氣，沉低你個膊頭，將你膊頭轉向前。先至係拉緊呢個位，特別我要你拉翻鬆呢個位。做晒之後，咁你唔好日日做啦。你叻啲嘅同學，你隔日啦嚇。阿 Sir 我冇咁叻啊，隔2日做一次咯，得唔得？因為你要俾佢休息嘅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。